去年的7月，有一只台湾小乌熊，伫花莲南安瀑布的附近，甲其妈妈行失线。当时这个小乌熊只有3、4个月大，也无啥会晓讨食，状况危急。研究团队经过9个月照顾，目前小乌熊真健康，嘛已经大到40公斤重。近期内看天气的状况，要甲野放回到花莲的山林，当地部落拢真欢喜。 要登去山顶啊！这个熊囝咕溜咕溜的目睭，都袂输你期待的这个美丽世界。2018年7月份，伫花莲南安水墙被发现，这只熊囝当时敢若4公斤尔，有够瘦，因为无熊母伫带，这只熊囝要登去野外生存，要用人为的引导。研究团队列出这只熊囝专属的菜单，野果、野菜准备好，有够澎湃。布伫森林野粉场，果做熊囝已经大到40公斤啊，佫会晓爬树啊、做秀，经过9个月。 训练了后，要登去花莲野放。台湾黑熊濒临绝种，就一只就是一只，况且它还是母熊。对整个国土山林的破坏，是不是要开始去思考？为了和这只小熊登去野外，花莲林管处甲花莲岛溪乡当地部落合作，进行车地巡护、野放地点评估、环境教育等等。台湾乌熊的保育工作，包括公部门、民间团体共同拍拼。 照到这只南安小熊找到平安回去的路。后来最近引起着众人热烈讨论的电视剧《